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 CCTV 空中剧院。那么今天您将会欣赏到的是空中剧院2013上海行的第4场演出，同时也是我们这次上海行粤剧的首场演出。您将会欣赏到来自于上海和浙江的粤剧名家同台为您带来的一出非常精彩的粤剧折子戏专场，真可谓是明星璀璨，流派纷呈。华老师，今天能看到的是您演的这个《梅龙镇》这出戏。对，其实这出戏在上海粤剧院来说也算是一个常演剧目了啊。对的。这个《梅龙镇》是演了已经要10年多了，所以说它是有广大的这个观众的基础，所以每次演出都是满座的。那是我们感觉都是非常的高兴。能演这个戏，对我来说演这个戏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我平时演的都是像林黛玉啊、西厢记里面的崔莺莺啊，一个小姑娘，这次演的是一个太后，而且和瑞红搭档演的都是夫妻啊、情侣啊，这是演她的妈妈，而且非常严厉的一个太后，跟我平时性格是不大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是有压力的。这样一个母后这种身份的年龄段的人物，华语庆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有时刚开始排的时候，还真是有一点不习惯，因为她的表演也没有这样的一种人物的状态，然后呢，在排练过程当中也就慢慢磨合吧，但是通过这个人物形象，倒反而大家对华语庆有一个新的认识。范亚芬老师您好。你好。今天的这个空中剧院2013上海行粤剧折子戏专场，您演的是这个《啼笑姻缘》约会，跟阿花的两位其实平时经常合作哈。好像是03年的时候他搞的一个东方之星的专场，完了以后，今年他又有一个他自己的个人专场。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母亲节的时候那个杨晓琴老师搞的一个母亲节的专场，我们也是演的这个。今年，加上空中剧院上海行折子戏的这个，是我们今年第3次约会了。可见这一段折子戏是特别受观众喜欢的一个折子。对。实际上这个折子戏应该说，很多小青年也好，成熟的演员也好，但凡有什么活动，他们要想到演一个折子戏，经常会想到那个。约会，因为我当时的时候跟钱惠丽演的大戏《啼笑姻缘》当中的一段折子戏，因为这个戏比较脍炙人口，而且唱腔也比较流畅。现在唱腔很多戏迷也好都在学唱了。他们粤女争锋的时候，很多小青年在要展示才艺的时候反串啊什么的，唱别的流派，也选择了这个折子戏。所以说还是非常好看，也非常容易让观众接受的一个非常好听好看的一个。尚老师您好。你好。我知道咱们这个戏迷私下都喜欢叫您单美人儿。这次您演虞美人真的是实至名归哦。没有。就这个戏，平时您演的多吗？这戏这2年演的比较少，因为我的2个搭档都是来自绍兴豫剧团跟那个小百花豫剧团，所以三人剧组的话，有些时候特别五风花，他的演出比较多，所以要合在一起的话，那个日程有点安排有点那个，所以近2年演出的比较少一点。那这次空中剧院这个上海行能够把这个戏呈现给全国的观众，我想戏迷们已经是很早就很期待了。也是谢谢大家。其实我知道您为了这次这个空中剧院直播这个戏，因为虞美人这个戏特别的吃功力嘛，挺累的，演起来您也是加紧的在排练。对，它是形体动作比较大。然后是我以前都没有演过这些，这么费力的
就以前都是领带乐什么都不用很多，没有太多身段哈。哎，所以猛然演起来会感觉到体力上比较累，所以最近也是在场子不够，我就下那个自己那个架下面的那个车库台步啊什么，在练功恢复体力。所以这个虞美人这次在艺术舞台上演，对于戏迷观众来说真的是万众期待啊！王老师，这次空中剧2013上海行这个粤剧折子戏专场，您给大家带来的是哪出戏？我这次带给大家的是《蝴蝶梦》中的庄周戏妻这一段。那其实这个戏，跟您以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不太一样啊。这个女性给人感觉特别的唯美，特有女人味儿。哎，是的，因为这出戏其实就是为我度身定制的，应该说在我的演艺生涯当中是比较具有意义的一部戏。当时我也是作为投资和制作人之一，请我的创作团队为我打造了这样一台，古典梦幻浪漫乐剧《蝴蝶梦》。而且其中有很多的这个都是专门为这个戏来设计的，比如说有一段舞蹈哈。是的，我今天为大家献上的其中一段，庄周侍妻。那么顾名思义，庄周侍妻他们这一段其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就是“顺夫自然是大道”。每当演出到这里的时候啊，舞台上是整个剧场都非常的安静，我都听不到咳嗽声。因为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欣赏这样一段唯美的一段那个情节。那么这一段呢，其实它是庄周和妻子之间在试探当中半推半就，又爱又恨，这种非常纠结的情感的一种表达。那么这一段呢，我们是当时用了那个古典舞和那个戏曲的舞蹈，非常柔和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非常的贴切，非常的柔和，也非常的唯美。那今天的粤剧折子戏专场，您和张润恒老师演的是这个《梅龙镇》这出戏。对。大家都说很喜欢两位在这个戏当中的这个搭档。这出戏应该是一出老戏了，是我们在10几年前排的。然后呢，因为通过这出戏也培养了很多年轻的粤剧观众，他们非常喜欢这段戏。我跟张瑞红呢已经是几十年的那个舞台搭档了，在生活当中也是很要好的姐妹。所以呢，我们这次再共同演绎这出《梅龙镇》，应该是非常默契的。然后也希望通过空中剧院，能让更多的观众喜欢我们。姜老师，今天的这个折子戏专场，您带来的是这个《韩非子》。其实之前空中剧院录过您整出的这个戏。是的。这出戏看过之后，给我们的感觉是跟您以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这个戏创作的初衷呢是，能够使演员在舞台上的呈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然后呢，也改变我们女子粤剧一贯的这些卿卿我我的那些题材的这个表演的一种风格。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大人物，韩非又是个思想家，又是个法家，秦王，还有赵高，还有李斯，这几个我们4个人都是4个大男人。所以呢，在舞台上体现的话呢，确实对我来说，当时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正因为有一定的压力，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动力。我是非常希望能够演一些挑战性比较大一点的这样的一种角色。李院长您好。你好。这次空中剧院2013上海行应该说是有连续7天的直播，有5场这个京剧的演出，有2场是粤剧的演出。咱们上海粤剧院应该算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参加演出的单位了。我们这次非常有幸参加
空中剧院做的这次活动。这次活动呢，应该说是我给我的感觉啊，就是说它是虽然是越剧只有2场，但是它聚集了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这个著名的或者说是正当年的这个一批越剧明星。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次活动。您看这个越剧折子戏专场哈，有8折戏。应该说，这里边就是汇集了很多的这个越剧明星了，其中有很多就是咱们上海京剧院的这些很多的越剧名家。上海我们这次参加8折，有4折是我们上海越剧院的这个折子戏，那么还有呢就是少柏的，那个杭越的和浙越的都有。我觉得这是这次就是仅我们上海越剧院参加的1级演员，在这个8个折子戏里边就有10位。所以说我觉得空中剧院的这个上海行，我们上海越剧院是请全力参与。而且这个上海越剧院这个4折戏当中，应该说风格也各有不同啊。是我们这次呢，因为都是请一些就是中生代的这个明星演员，那么他们呢就是说演过非常多的老师的这个传承下来的折子戏，那么演出频率也相当高吧。那么这次呢，大家都非常想以自己就是说这个创作的，或者是近些年解放后这样的创作的新的一些折子，来展示自己的艺术特色和艺术追求。那么同时呢，也是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些比较就是新的组合性的这样的一个折子戏的演出。那其实这个折子戏专场应该说是汇集了上海，然后江浙等地的这些越剧名家了，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给全国观众展示他们风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平常也经常的在一起有合作、有展示、有展演，但是空中剧院这次做这次上海行的话呢，我觉得它有着特殊的意义。通过空中剧院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带给全国的越剧观众这样的一个审美时刻，我觉得。那么因为这样的中生代这一代明星，可以说演出到全国各地去的演出机会并不是太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空中剧院能够提供这个平台，让他们把他们现在正当年的艺术风采带给广大的戏曲观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和祝贺的事情。这次我们为了让广大的观众能够欣赏到更多的越剧演员，所以我们在每个折子戏上进行了微调。现在的组成有8折，也就是说有更多的演员通过他们的折子戏展示给广大的观众。这次的演员不仅是有上海的，还有浙江小百花的、杭州小百花的、绍兴小百花的，一共有10多位梅花奖演员和1级演员的介入，所以这台演出会给我们的观众带来非常大的艺术享受。观众朋友，刚刚听了这么多嘉宾精彩的介绍，我想您对今天的演出一定是充满了期待。欢迎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登录空中剧院论坛留言，或者是给我们栏目组来信，提出您的意见或者建议。此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CCTV 空中剧院官方微博，和我们在网络上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您的看戏感受。我们将会定期抽取幸运观众，赠送 CCTV 空中剧院精粹选编的 DVD 光盘。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上海天蟾艺术舞台，共同来欣赏空中剧院2013上海行越剧折子戏专场。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晚呢 ，CCTV 空中剧院继续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为您现场直播空中剧院2013上海行粤剧名家折子戏专场。那么算起来，空中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连续的现场直播进行到今天啊，已经是第6天了。那么前5天的时间，我们欣赏到的是国粹艺术的魅力。那么今明2天，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极具吴侬软语色彩的粤剧剧目。今晚的折子戏专场啊，可以说是群星璀璨，汇集了当今粤剧舞台上众多的名家，他们风华正茂，他们青春靓丽。那么今天的演出真的是值得期待。那么在今天的演出的直播的同时呢，我们在新浪微博 CCTV 空中剧院官方微博上在进行同步的网络微直播，欢迎大家在微博平台上和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您的看戏感受。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首先一起来欣赏由粤剧名家吴素英带来的《穆桂英挂帅》。我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剑才金剑落在尘。那王人一剑气不分，他要与我儿人骨交争。为啥三儿并两人，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人。宋王爷才教场把我儿来问，我的儿满弓不知口吐真气。他说道杨凌公本是他先人，他是忠宝的儿子，延昭的孙。他有个曾祖母说太君，莫怪我本是儿的娘行亲。宋王爷听
家才放记着元帅营，说太君为国要尽忠，命我挂帅去平侧人，我们一步步为官而不为玩，为的是他宋江山和众黎民，叫那满朝文武快一混，才是治国报朝臣。莫归因53岁不过老，多命你出人不为营对手精神把他长进。本帅立令你气才行，只要搬去到两军城，娘是元帅儿行。派兵要私动亲兄弟，听我军令杀仇人，叫你转你就转，不叫你转你休服营。的表演，用我们温柔婉约的越剧唱腔来演绎一代巾帼英雄穆桂英，真是别有一番风韵。那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越剧新狮吼记《桂池一折》。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儿叫河东狮吼，那么狮吼记讲的就是一个怕老婆的故事。那其实这个故事题材呢，在京剧昆曲的剧目当中都有所体现。但是今天我们将欣赏到的是越剧新狮吼记。那么这个新究竟新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越剧名家谢群英、陈雪萍是如何来演绎的。掌声请出我们的演员登台。我辩不完。陈局长，快我今天怎么随着你？你尽管骗我。我当死你！
船上绵羊，落多失足昏了头呀！抬头一见家门开，为何上台一发抖？也不归所自我在，怕只怕离上我情，残绝难收，残绝难收呀！娘子，你叫我站好，站好，站好。我有话问你，尚有半句谎言，我不知是问，便是上吊。我想你去哪里？东坡兄曾要引来救，因我此夜神不归，此心浓来就不休。同醉作乐还有谁？梦夜自教自心语，是谁不听把却唱？是情上雨，你想着头去不明情，你不当是走。这天门子书生情话，娘子我听乡人言，那几套浓妆艳抹，穿红大罗，坐在东空游上谁？哎呀娘子，你是看错了啊！是我看错了。你又不是千里眼了，我就是千里眼。我不但看清你一言一行，我还看到你五脏六腑早日不早。呀，虚张声势，摇摇呀，并并看，你早日不早？娘子，冤枉难报。好一个情深！昨日晚上不但有警察，你还是他钦点的头名状元，敬你第一杯酒，是也不是？呀，他同时混货，难道他有得意功呢？休想地来蒙人过关！娘子，被人错了，被人错了。错在哪里呀？错在哪里呀？哎呀，错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哎呀，讲，娘子，
龙须作家是我错，名有古今恰谁无？满天古海是我错，见到今朝写印记，不知脸是我错，三杯温酒下了肚，落魄是说是我错，配得言情也不免，多情挂念是我错，一家玩笑莫真情，不是悔改是我错，娘子啊，你是被为晚上说从今绝不再犯错，娘子记下，这次谈不中快，下次再办，两再批发。你为啥再办呢？你不管了。哎呦，三五来。这样的恩爱，夫妇相随。你不识抬举，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呀呀，娘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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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名家的表演，这打打闹闹的小两口真是可爱。那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越剧《蝴蝶梦》。那么说到这出戏啊，我们都知道它
它取材于明代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庄周试妻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在我们戏曲舞台上也有很多不同的演绎，比如说京剧的大劈关、秦腔的蝴蝶梦等等。那么越剧的蝴蝶梦啊，可以说是一出极具新意的古典浪漫剧，尤其是我们即将要欣赏到的圆梦这一折，那真是如梦如幻，清新唯美。掌声请出我们的越剧名家王志平、丁小蛙、张海玲。哎，黑金黄花秋意调，地上把鸟在更桥，三进城难进，我心中乱糟糟，仙梦报王迷离间。我的有比来多情啊娘，这不清道不明，终觉有蹊跷。你谈什么戏哟？点吧，我在想，你想什么啊？我想公子为什么不把罗儿带来呀？对，那你还不去问问他？可以问吗？呀，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你不是真的喜欢罗儿吗？那我去问了。去吧。我真的去问了。去吧。公子，卷好事。公子，你要来想不走了，那你一块把罗儿带来了吧？罗儿？什么罗儿啦？咦，公子，你怎么把你的小罗儿也忘记了呢？哦，是我那只可爱的小梅花了呀。哦，你要是喜欢，下次来我一定把它带来送给你。那这可爱的小梅花咯，送给娟儿，你说乖不乖？他就让把小树洞当成小梅花了。仔细想想，是一点还是你？快去告诉小弟去，快去。小姐，小姐，他不是王生，不是王生，他不像王生，那他是谁呀？是谁呀？那有病的可是个我生身的人。我可不能不管。小姐，
老家思娘了。公子，我等了些夜三升堂，今娘不生子。呀！这啥又生了？这升堂果然别有异香啊！哦，师娘，你为用了这名贵的叠杯这叠杯本是我为先生回来准备的，今日用它来关爱药生，真令我不安宁。不，公子为先生亏了身子，点绣三角，不爱你。言重了，不瞒师娘，药生自有多病，吃饭泡病来暖我，一半是为吊唁先生，一半是为了你师娘。为先生相思何必忘，岂能转眼用桃夭？请了这次乃空飞，故为你公子不敬了。爱得他心中留我一片真，真情悄荡无上自去。听着他远远细语吟着，春风暖意扬心头。看着他粗粗秀秀也不受人嫌，也不能不风啊绿，遇了云头。
休息，点首告示。
蝶梦。真的是一段极其清新唯美的这样一段表演。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欣赏到的是越剧《宝莲灯》华山寻母一折。三圣母思凡联姻，沉香劈山救母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越剧《宝莲灯》所讲述的，恰恰是这样一段动人心魄的母子深情。那我们即将要欣赏到的华山寻母这一折呀，可以说是非常考验我们演员的表演功力。熟悉这出戏的观众都知道，其实，在我们的舞台上没有任何的阻挡，但是要通过演员生动的表演，让我们感觉到始终有一堵无形的墙阻挡在这对母子的面前。下面就让我们掌声请出越剧名家陈飞为我们带来《宝莲灯》其中这段精彩的表演，掌声有请。
传你，风呼雷电江湖烈，我此生一去素女郎，总传你。总传你话有情人爱呀，我也呀不知我佛罪，怒火高暗藏，总传你。总传你是荣华三阳我定中有天，山东铁里见阳光。
往事杀情深。他们莫忘我受苦的华山女，我这人间他们过着彩离分。丞相啊，既然你当时清官报，正好叫你娶儿兄弟替你受飞鹰，你叔叔为尊如周成，把上身的财命自己担承。听我只言的王师母，他杀子的恩情娘关明，母亲严明贞观不正，只是娘我也在华山在低头，反正就是母亲儿虽为罗子大财神，当时你再为罗周成，因有娶儿的文明臣，娘在此多苦几年不要紧，你叔叔为家莫少听，我叫林子随你去。不怕那青菜老扯东飞娘啊，你是梦了你的命，要与母亲报仇今日母子之他难见面。丞相，小儿怎能伪装如周成？丞相，为娘方才受过，娘在此多苦几年也算罢了。倘若你那娶儿兄弟替你而死，这哪完了得？这是什么？难道我们母子团聚，却叫你王氏母子关守分离吗？你啥这一步走，就是纠缠为娘，娘也不与你见面的了。母亲，母亲，母亲。感谢我们两位演员如此感人至深的表演。说起越剧啼笑姻缘，我们都知道这是根据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来改编的。那么其中约会一折应该说是整出戏当中比较轻松的一场戏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看一看民国时期的姑娘小伙是如何来谈恋爱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越剧名家吴凤花、方亚芬。母
问他万般深情心可惜，随错糊涂去北方，更觉他千真烂漫过传承，从此事看不知看不去，说难爱亦难为，看也是他意，儿问他生，浅浅的笑颜深深令人长长的牵挂深深不料他心中也有我。这是也不怪戳破那嘎杂心儿的旨意，你呀，真顽皮！你呀，一大清早就在这里打瞌睡，当心失凉。谁叫你来的这样晚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时哎？你看，哦，高了点钟。哎，不是我来晚了，是你自己来早了。凤喜，你今天穿了这身女医生打扮。范大爷，你看我这身打扮，冒充得过去吗？什么冒充？简直就是个女医生！真的。凤喜，你妈一大清早叫我到这里来等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我妈说你下午要来。可是我要去唱大鼓，不能陪你，所以叫你一大清早叫我到这里来，可以和你多说说话。哦，那我们说些什么呢？这范大爷，你家中万一什么人？这几句话，上次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家中万语老母亲，治了母亲万一人，治了母亲家中无有一三人。
你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与我商量？谢侬他的空气真好哦！你怎么又说起空气来了？范大爷，这话我妈不好意思对你说，要我来说。说什么？凤喜，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尽管对我说，只要我能办到，一定接你去办。凤喜，这里没有外人，你尽管说吧。范大爷，我们说是开完成功，喜有意开难长，独自为每年生涯费艰辛，娘家生我一辈子，在天桥生女郎。我只管要我去领主场，为跳出地毯登台堂，只需要自己家头的在模样，可交代我们娘当与，只好与他也来相商。那要借多少？去借个10块8块吧。10块钱够了吧？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你不愿意，我怎么不愿意呀？你在叹气呢？那凤喜，我叹气是为你可惜呀，为我可惜。凤喜呀，你谈谈话不生几层，从小把开门家是单肩天桥美女虽辛苦，千真横地长生死去。也许碰上几温苦，多少人在红之夜多才去。群众争夺扬名，小李长刀看不透，姑娘不是黄道秋别难应酬，离叹可惜恨与呀。范大爷，你话中有话为无语，一片真诚啊，我心灵醉。真乃一家不知一家事，为娘家我临门出此与暖女。好得凤喜只是那种，也为了生妹翠分离，今天全是情我
凤喜，你是不是真想做个女医生啊？我想呀，我在你梦里想的就是想做个女医生呀。那我叫你去报名。真的？不，又怎么了？我去读书不唱大鼓，那家里怎么办呢？你今日当读书，你的家用自然由我来承担。真的。哎呀，满大爷，你真是个好人，我谢谢你。凤喜，满大爷。凤喜，我谢谢你。凤喜。没有可真为有眼力，我也不知道心里高兴，鼻子一酸，眼泪就自己掉下来了。那你是太高兴了啊！那这个环境呢又怎么了？我去读书不唱大鼓，这行头上就用不着了。凤喜，凤喜。这些你先拿着，回去同你妈商量再说。那几日叫我回应啊？明天我没有空啊。那么后天？哦，不，还是明天吧。咦，你不是说明天没有空吗？要是明天不见面，又得闷上一天。你呀。那我明天什么时候？老辰光什么地方？老地方6点钟，天为阴。那我走了，我送你。妈，你大清早起来。现在回去还真可以睡一觉，还是让我来送你吧。不，只有男人送女人，哪有女人送男人？还是让我来送你吧。平常都是你送我，今天啊，就让我来送你。好了，这样送来送去，送到明年我还是这个老地方，那就不送吧，那我走了。明天什么地方？老地方。什么辰光？老辰光6点钟，天为阴。老地方，老辰光，娘算命心思妙。老地方，老辰光，还总是天荒地老，心不老。谢谢这对可爱的小情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欣赏到的是越剧《韩非子·逆鳞》一折。说到《韩非子》这出戏，可以说是突破了越剧一直以来温婉柔美的风格，把目光投向了2000多年前的大思想家、哲学家韩非子的命运。特别是在逆鳞这一折当中，那真是惊心动魄，不落俗套，再现了思想家韩非子的铮铮风骨。那接下来我们就掌声请出我们的越剧名家钱惠丽、张海玲、黄慧、金红。
李青，杀安静的安非私通盗犯，给打何罪？为禀大王，为死谁经私通盗犯，当初斩也。怎么是？安非必死无疑了。今日是此法不用尽，请大王审裁。安非一死，大晋国相可就非亲莫说了。大王，李使者这位大晋要命，不过有本地私心放弃。以李清之罪，大晋国相并非妄想。不过那边一将，这边杀父，今日还有人专门指引转府，倒是换兵也过。你不觉得太巧了吗？大王，汉妃内汉国公子，倘若无名虽还，汉国王室万岁，汉妃弃官，关系要重大哦。李氏坑杀万夫，杀内一箭双雕，恳请大王审裁。来，宣安先生觐见。大王有旨，回先生觐见。汉国使臣汉妃拜见大王。先生禀升。今日寡人只有先生自个指出了，更为敬佩。我大晋一统天下，实需先生这样的英人。寡人要请先生出任国师哦。大王，汉妃身万尽力，但必死之才。先生不必在意哦。多年来常被动，先称入尊，平天下离不开举立心间，在生日大金莲，八位生言，对先生恰口语，王配一言，寡人若将过四辈，再续娘姻亲恋，王先生断是汉宫定于年，为大晋专心致志把公业接。大王恩错了，这是汉妃有一件大事，百思不得其解，欲求教大王。看来先生果更在后，不吐不快呀。好，即日此先生什么？汉国君王既以虚伪称臣，后命随何汉采访，秦军为何还要坑杀2把汉国尊父？什么？先生有问寡人之才吗？汉妃不该，以汉妃女奸，大王自扩天下，断不肯因此残反而的小臣尽量。此事之间，大王并不知晓。诚诚结束，杀人应验，
两万尊府区区小事，不足为道。叶阳并非专长，杀生别的有法可依呀。先生这是通信结束，是因为死的都是汉国之臣。大王自然一统天下，当时天下人既为之命，我杀之何怨？此次来杀天令何才？天理就是大王就是天理。多嘴！今日为我信任不准，屡屡犯错。因白发老娘专病态，数次为的，只是我在劳心费人，不能实际大王也行，不可而用。是此身份，怎可专心侍奉君王？奴才明白了。大王，杀父结妻过头，等于坏其后裔，众怨必然，有言在乎啊！先生多虑了，毁其后裔，免去杀罪，万古杀犯，不过一转而灭。也免得先生总是引诱转见故后啊！大王，汉妃并非只为韩国忧虑，更是为了他情啊！既为大计，我灭汉何意？官问大王，一同落国为了什么？劳心争转又为了什么？一同落国是为借万世功业，劳心争转是为昭示天下。人我在场，念我在王。汉妃以为一同落国是为了落国昭示安宁，劳心争转是为了天下昭示无者众。你是自然淡定，也功好了。强而无道，必是天下圣心。寡人不为天下圣心，寡人要的是先生一颗归尽的忠心。大王，这是奴才对大王的一颗忠心。告诉先生，这是什么？先生，白发老娘怕上钩，一心为了老娘的希望，嫂嫂这口一心归他尽了，归于他亡了。难道大王也要汉妃死此归情吗？先生以为你一声笑问心错汉中之为用心判草稿成多
梦成月，今日梦快复何去？你这是何意？去苦事难免，蓝色无辜是回天。唐王三月一同来，插刀凶贼称邦年。唐王三月一同来，此爱汉国真高清。唐王三月一同来，法治为上不通和平。唐王三月一同愿公生是利益真法天。今朝对单来天也还中为大就为天下之生属于众生间。来人，把皇帝斩！把皇帝切呀皇，欲要见月。谢谢四位名家精彩的演绎，给我们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视听感受。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欣赏到的是由越剧名家单养平、董科第所带来的《虞美人》所见一折。那新编越剧《虞美人》呢，是把我们耳熟能详的《霸王别姬》的故事呈现在了越剧的舞台上。用虞姬独特的视角来进行全新的这种诠释，演绎出了一段气势恢宏的历史悲歌。那接下来我们就用最热情的掌声，请出我们的单美人儿。啊
谁？是小妹吗？你兄，小妹，是你兄，小妹，小妹，你兄，你怎会在此？将士传报，有一女子跑无罪离开村野，愚兄料定便是小妹。来，随我走吧。哪里去？此算是何人啊？小妹，不，我是特地来寻你救你的。救我？先生临终作托，要生终身不化，才此生死关头，愚兄不能见死不救啊！既然是此，我倒要问问你，请讲。可记得鸿门宴后，是作为救你的儿子性命？记得。可记得鸿沟为基，共生共灭？当说记得。所生心思胆大，既然谋道火火，你才反而背信弃义，用是小人伎俩。我问你道义何在，良心何在？我的小妹呀，没想到美丽鸳鸯的把忘记，还是个十四离身的小姑娘，可知儿你是我在场上不得称兄道弟一心肠，同沟万劫万兵尽，怎为
今你是刘邦的儿子张良，张子发，不，张先生，早已不是当年的季公子，我的逆兄了。不，手足之情终身不忘，张良还是你的逆兄。既是逆兄，就请兄长保护小妹。保护小妹，你不容此。好，当初汉王救你一命，司机你也给我他一命，请你说法，叫汉王一条生路。不，我不能帮好玉，我只能帮小妹，我不能帮玉。昂玉是我的夫君，你的妹夫，帮他就是帮我。不，他是桓军的师弟，不能放，只能杀。杀了他，你家小妹何以完生？放了他，就还出何以完你？放了他，楚汉从此不再做。杀了他，还出从此再复做。没人救我，季公子，当年的季公子，你到哪里去？当年的
你结心神呐！决状之后，早就没有他了。这世上没有了雨，还会有我一己吗？下是你的万金银，小妹，请张先生还我的丧事宝剑。你要宝剑做什么？与夫君杀他作为，共生同死。小妹，你可以好好活下来的，为什么要去送死呢？把宝剑还给我！不，把宝剑还给我！把宝剑还给我！先生啊！先生恩在，私通使用，先生做头要生终身不忘。可是这个小妹设计玩笑，却连兄妹之情丈量，心痛死交。可当今世上，项羽、刘邦2个英雄争天下，天下百姓太平，为了早日问你，我怎能无这个英雄去打败另一个英雄？先生啊，先生，你在天之灵，可明白我丈量的苦衷吗？弟弟，女儿嫁于汉王，乃是天大的幸运。汉王爱我，心生悲情，女儿连他寸不满意。女儿，姑娘为项羽而活，哪怕是我一时一刻；女儿，姑娘为项羽而死，哪怕死得粉身碎骨。弟弟呀，父亲，你在天寺里可懂得女儿之心小妹，愚兄明白了，张良有志，只在为讨你而活。小妹有情，请为所爱。愚兄敬佩你，去吧，回祖业。去吧，愚兄请你
谢谢两位名家精彩的表演。那么在今天折子戏专场的最后，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越剧《梅龙镇》团圆一折。那么说到郑德地和李凤姐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戏曲舞台上的演绎，大家最为熟悉的可能就是京剧《游龙戏凤》了。江山美人间，帝王一真情。越剧演来呀，真是别有一番韵味。那接下来我们就掌声请出我们的越剧名家张瑞红、张咏梅、华怡清、张海玲、金红。进了居家婚典，请你早随前听一见呐。孙长老来喽！本掌柜今日要请示孙长。难道我也不行吗？今日李相公自己要变成张郎先生喽！怎么？拿出当当棍棍，给我爷爷算来去！叮叮当当当当，叮叮叮呀叮叮当，今日举定要一场，年少怎会死生碎呀？叮叮叮叮，几来啊响，叮叮当当当叮，叮叮当当当当叮叮，几段响，你郎妹。那才小水波，破开网帐，一切也自比也若一张网。一张啊，叮叮当当当叮，叮叮当当当当叮叮当，为你转轮多么响，你郎妹。有家所去万一中，何家欠下银儿两？比比警察多了账，这个家也不好当。叮叮当当当叮，叮叮当当当当叮叮当，为你进城的外郎，你郎妹。王朝自他皇帝苦，今朝才知百姓忙。身居民间金字塔，双银子郎度娘堂。叮叮当当当叮，叮叮当当当当叮叮当，为你四方幸福长，你郎妹。儿一听作父，似乎这一双，三下无处儿，朝见胜利长。朝见胜利长你郎妹。郎里个郎，里个郎，我家一对小孩郎。大子小子光大小，下一朵一笔一笔记在一脑。跤随到大天光，小儿郎，记在上，叮叮当当叮叮叮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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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郎，你郎妹。哎呀，娘子，你不要唱了，你把我的账都唱糊涂了。我看你呀，还是丢下账本来抱抱儿子吧。抱儿子，哎，抱儿子来，我的胖儿子嘞，胖儿子嘞，胖儿子嘞，
轻一点，轻一点。哎呀呀呀呀！娘子，我们的儿子怎么权当接天的？都像你，一看也不能定。好看完经，就算想吧。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孩子嘛，多少要一定本事。嗨，就剩我嘛，皇帝不好好当，咋又常常出差错？长此下去啊，岂不也是无成嘛？相公，依我看啊，你是从官僚长本当了父亲，倒是一天比一天长大，一天比一天懂事了。是啊，我不是当了父亲了吗？养儿谁知父母恩，亲民放孝，百姓苦。要是母亲知道，她一定会高兴的。掌柜的，掌柜的，哥来人了啊！快点起来，快躲起来！皇上！皇上！哎呀，你怎么来了？哎呀，启禀皇上！讲错了，是掌柜的哦，掌柜的。哎呀，启禀掌柜的，王太娘错了，又讲错了。哎呀，对，是掌柜的高档大人，吴掌柜的私事所老太师。哎呀，你启下降落来了啊！他们来做什么？他们是要找掌柜的来去。掌柜的，我李公子送生的儿子，一同来进宫啊！他们正在公司，已经到了内容府，马上就要到居家了。怎么办？掌柜的，怎么办？掌柜的，会不会又把你们分开了？掌柜的，怎么办？掌柜的，娘子，听我说。叫声娘子莫害怕，吩咐酒菜鱼香茶，有客不用千里来，岂可无礼待他。奉请兄长请下厨，美容特色养他，再用门前做人的，引进后生马家，大女公公当酒保，地下侍奉表大家。太上水千回路，早上没带不用他，李云娘子我同手，年从不来花娃娃，吃块高档是何意？他莫问话，你莫答。假是相声还不好，是啥不成是要他。反正家乡国语莫得已经做成吧。这就是美容镇酒家。金木儿风尘仆仆，大门外，
可惜，有惊有怕，有泪水伏笔家家，腾腾特特七上八下，心中乱作一团麻。你去责人，你倒把自己再丢了。责人再到梅龙镇，为我担心谁精神？今日江南见了面，先要把你呀寻呀生。为什么不起身迎客？我看平民的日子是不好过哦。哈哈，世上多少王公罗大大，
喜洋洋，前往官府美容城，亲手抱抱小儿郎，小儿郎，小儿郎，一起连声人哭声长，山要跑他也容易，先去问故儿的娘，我是孩子亲祖母，宝宝生儿有何妨？他是孩儿亲生母，孩儿怎能离开娘？你知儿子不能离开娘，你为我抛下亲娘来望啊望！京城难容儿的娘，不知他多情与他回家乡。事到如今你怎样想？难道要放弃大你独小看？他也是我小康又怎样？不大你的生儿为君不怜小康，便把后代托于娘。再后孩儿谁抚养？母亲亲自来承担。孩儿长大虽容易，最永固也是罗年女无妨。我要孩儿长婚后，我要生儿读书嘛。我要孩儿有心情，我要生儿生长长。我要孩儿见识广，我要生儿知兴旺。我要孩儿先做人，我要生儿真扫荡。要他出去哭，要他去玩耍，风着风筝，须知兴旺，懂得成人，受得中央，成绩不放自身，长生多大年，来相好，多大年，来相好，大年相康，真相生团圆万年长，万年长。万年是说得好啊！孩子抛弃母亲，生而不见祖母的团圆，你说这能叫团圆吗？小东，凤姐，我要为
家有个小儿郎，刮风下雨都不怕，一觉睡到大天光，大天光。母哎，你来，哦，儿啊，还记得母亲从前给你讲的那个王儿娘娘的故事吗？记得那个王儿娘娘原是个三层女子，只因当上皇帝爱上了她，便把她带进了宫里。少公子，那个娘娘受尽了禁止，受尽了欺负，这是为什么？兄弟，她来自民间，也是个三层女子。回来你，她做了娘娘，当上了皇后，她的孩子也成为了一代新君。再回来你，再后来，母哎，你没有讲下去呀？再回来，他的孩子也爱上了一个乡下姑娘，也把她带进了京城。可是那个王后娘娘就是后来的王太后，她是无论是我不能答应，她深深地把他们拆散了。儿啊，她这样做是为什么？因为她怕什么？怕那个女子再不为她的后人，怕那个皇帝会遭到朝廷的非议，怕母哎，你讲的那个王后娘娘，莫非就是你自己吗？17年了，我的故事总算讲完了。是啊，皇上，这是老人亲眼所见，孩儿这些年真是不易呀，皇上，孩儿不是要的真的呀，皇
你恨这小桥架儿红，唱的就是小儿郎，儿子是小桥一唱鲜花嘛，雨正东着小桥儿面雨洒。从今后真要当一个好的儿子，好的丈夫，好的父亲，好的君王。母亲，我奉敬向我一生不忘。母亲，快！我为你同为公。生活园让我们再次响起的热情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参加演出的所有的演员。那么在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空中剧院2013上海行明星版粤剧《孟丽君》，明天见。